福音概論，福音一詞按其字義原指喜訊，但按新約作者採用此詞嘅意義嚟講，乃係指天主子耶穌降生為人，從天上俾人類帶嚟嘅啟示，同喺佢完成救贖工程以後，諸宗徒向萬民所宣布嘅得救喜訊。呢個喜訊嘅傳播最初只靠口頭嘅宣講，稍後先有唔少人士把耶穌嘅生平與宣講不知於書，因而產生咗福音嘅著作。按路加福音第1章第1節嘅記載，咁嘅著作喺當時已為數不少。可是聖教會自初只承認馬竇、馬爾谷、路加、若望呢4部福音為受默感而寫嘅經典，並注錄喺正經書目內，其他名為福音嘅著作蓋注錄為偽經。福音書雖有4部，但所傳述嘅福音卻只有1個，因為4聖史所讚述嘅係同一嘅喜訊，只是在所採用形式上有所不同而已。前3部福音無論係在取材同結構上，或喺用字上，大致可講相同，甚至可並列對照，一望而知彼此間所有嘅關係，因而有對觀福音之稱。呢3部福音之所以如此相同，係因為前3聖史記述咗大體相同嘅宗徒教理講授。馬竇記述咗耶路撒冷教會嘅傳授，馬爾谷記述咗羅馬教會嘅傳授，路加記述咗安提約基亞教會嘅傳授。若望因見前3福音已流傳於世，冇重述嘅必要，遂由自己記憶所及，採取咗一啲有關嘅材料，喺第1世紀末葉，針對當時人事環境嘅需要，編著咗自己嘅福音。其目的係喺攻擊方興嘅異端邪說。4福音雖然唔係狹義嘅史書，但就信實性嚟講，世界上冇一部史書可與之相比。因為各位作者或係目睹所述之事嘅宗徒馬竇、若望，或係宗徒嘅親傳弟子馬爾谷、路加，佢哋所依據嘅全係親歷其事人物嘅口述。況且福音成書時，尚有唔少耳聞目睹嘅證人生存於世。4福音內不但包含咗有關信仰絕對重要嘅道理，而且亦都俾世人提示咗諸德嘅完美模範。基督徒成全嘅最高理想，即為我哋降生成人嘅天主聖子。